這一幕的存在意義不在於預測未來，而在於讓觀眾停下來。世界一直在向前推進，每一天都有新的科技誕生，新的新聞出現，新的危機與機會交錯發生。但大多數人只是被動地接受，卻很少真正思考我們正在走向哪裡。畫面從地球的視角開始，是因為站得夠遠，才能看得清楚。當城市的燈光在黑暗中閃爍，象徵的是人類文明的高度集中，也象徵着我們對能源、科技與系統的極度依賴。夜晚的城市很美，但同時也隱藏着一個問題：這樣的運作方式還能持續多久？2年後聽起來很短，對一個人來說，2年可能只是一段學業、一份工作，或是一段感情的開始與結束。但對整個世界來說，2年卻足以改變規則。回顧過去，許多顛覆性的變化往往就在短短幾年內發生。人工智慧的爆發、遠距工作的普及、全球性危機的連鎖反應，沒有一件事是被完整預測到的。這一幕刻意不給答案，是因為真正重要的不是2027會變成什麼樣，而是我們是否意識到變化正在發生。當觀眾聽到這個問題時，腦中浮現的畫面一定不同。有人想到科技，有人想到戰爭，有人想到經濟，也有人想到自己的未來。這正是這一幕想要達成的效果。未來不是單一版本，而是由無數選擇交織而成。鏡頭慢慢拉近到人群，是為了提醒一件事：世界的變化最終都會落到個人身上。政策、科技、氣候、經濟，看似宏大的議題，最後都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方式、工作選擇、心理狀態，甚至價值觀。但大多數人直到變化真正發生，才意識到自己早已身在其中。這一幕的節奏必須慢，因為思考需要空白。當音樂降低，畫面簡化，觀眾才會開始聽見自己的內心。那種若有似無的不安感，正是問題真正的力量來源。不是恐懼未來，而是不確定我們是否準備好了。2027並不是遙遠的未來，它只是現在的延伸。這一幕不是在告訴觀眾未來會發生什麼，而是在提醒未來已經開始了，而我們是否察覺，將決定我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。在這一幕中，科技不再被描繪成冷冰冰的發明，而是一種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存在。它不需要被介紹，因為觀眾早已身處其中。人工智慧、演算法、智慧設備早已不是未來概念，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畫面呈現的不是科技的玄機，而是它的自然化。當人們早上醒來，第一個互動的對象可能不是家人，而是手機。當他們做決定時，往往依賴推薦系統而非直覺。科技已經從工具變成中介，介入人與世界之間的每一次接觸。這一幕想探討的重點是控制權的轉移。過去人類使用工具，現在工具開始引導人類。演算法根據行為預測需求，系統根據數據做出判斷。表面上這提升了效率，但背後卻隱含一個問題：我們是否還清楚自己為何做出這些選擇？當科技越來越懂我們卻未必懂科技。大多數人享受便利，卻很少思考代價。資料被收集，行為被分析，偏好被標記，這一切都在無聲中進行。科技沒有善惡，但使用它的方式正在重塑社會的結構。這一幕並不試圖指責科技，而是呈現一種現實：科技正在重新定義正常。即時回覆變成期待，自動化變成標準，慢語等待反而成了異常。當一切都追求效率，人類是否還保留犯錯、猶豫與深度思考的空間？鏡頭中出現的智慧城市與自動化生活，看似理想，卻也帶來距離感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被系統取代，人際關係逐漸數位化。科技讓世界更連結，但也讓孤獨變得更隱蔽。這一幕真正想留下的不是恐懼，而是一個反思。當科技變得無所不在，
人類是否仍然是主體，還是正在不知不覺中適應一個由系統設計好的世界？2027的科技不一定比今天更震撼，但一定更深入。它不會站在你面前，而是存在於你每一個選擇的背後。這一幕提醒觀眾，真正重要的不是科技能做到什麼，而是我們是否意識到它正在如何影響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。這一幕的核心不是遠距工作本身，而是工作這個概念正在被重新定義。過去，工作意味着固定的時間、固定的地點、固定的角色。人們每天在相同的時間出門，前往相同的建築，在制度化的空間裏完成被分配的任務。辦公室不只是工作的場所，更是一種秩序的象徵。但這種秩序正在瓦解。畫面中不再出現傳統的辦公大樓，而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。有人在家裏，有人在咖啡館，有人在山中小屋，甚至有人一邊旅行一邊工作。這不是自由的浪漫想象，而是現實正在發生的轉變。科技切斷了工作與地點之間的必然關係。這一幕想讓觀眾意識到，當辦公室消失，界線也隨之模糊。工作時間不再明確，生活與工作的邊界開始重疊。人們表面上更自由，實際上卻更難真正下班。手機與電腦隨時待命，信息不再有下班後再回的餘地。工作的形式變得彈性，但心理壓力卻未必減少。遠距工作改變的不只是個人生活，也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。城市的功能開始轉變，通勤不再是必要，人口不再集中於單一地區。這看似降低了生活成本，卻也讓人際關係更加分散。過去在辦公室中自然形成的互動與情感連結，被視訊會議與即時通訊取代。這一幕並不美化這種轉變，而是呈現它的兩面性。一方面，人們擁有前所未有的選擇權；另一方面，穩定性正在消失。當工作不再綁定公司與地點，責任也被轉移到個人身上。你必須自己管理時間、情緒與未來，而不是依賴制度。鏡頭中出現的虛擬會議畫面，象徵的是一種新的現實感。人們在熒幕中見面，卻不在同一個空間。這種在場卻不在一起的狀態，正在成為常態。久而久之，人們開始適應這種距離，甚至忘記真正面對面交流的感覺。這一幕想提出的問題是：當工作失去形狀，人是否也開始失去定位？當職涯變得流動，身份變得模糊，人該如何定義成功與價值？過去的答案是升職、加薪、頭銜，但在新的工作世界中，這些標準正在失效。2027的工作世界不一定更輕鬆，但一定更不確定。這一幕不是在預測未來，而是在提醒：當制度退場，自由進場，人是否真的準備好承擔所有後果？這一幕談的不是金錢本身，而是金錢背後的信任正在改變。過去，現金代表的是一種直觀的價值交換，你看得見、摸得到，也清楚知道自己擁有多少。但當金錢數位化之後，它變成了一組數字、一段資料、一個存在於系統中的記錄。畫面中沒有紙鈔，只有螢幕、掃描、指紋與臉部辨識。交易變得即時、無感，幾乎不需要思考。這種便利性讓人逐漸忽略一件事：當金錢看不見，它的控制權也變得模糊。這一幕刻意呈現無現金世界的安靜感，沒有找鈴聲，沒有翻錢包的動作，一切都在背景中完成。正因如此，金錢的存在感反而降低了。人們更容易花錢，也更難意識到支出的真實重量。數位貨幣與電子支付改變的不只是消費方式，而是整個經濟邏輯。每一筆交易都被記錄、分析、歸檔。這些數據能提升效率，也能被用來預測行為。當消費模式被完整描繪，個人不再只是用戶，而是一個可被計算的模型。
這一幕並不直接批判，而是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潛在的不安。當金錢完全數位化，系統成為中介，個人是否還擁有真正的財務自主權？如果某一天存取權被限制，賬戶被凍結，個人能否反抗？鏡頭中出現的生物辨識技術，象徵的是便利與風險並存的未來。你不需要記住密碼，因為你本身就是鑰匙。但當身體成為驗證工具，隱私的界線也隨之改變。這一幕想讓觀眾思考的是，金錢不再只是交換工具，而是權力的延伸。誰控制系統，誰就能影響流動。當現金消失，匿名性也隨之消失。透明帶來安全，但也帶來監控。2027的金錢世界可能更乾淨、更快速，但未必更自由。這一幕不是反對科技，而是提醒：當便利成為唯一追求，人是否已經默默放棄了一些看不見卻極為重要的東西？金錢的形式在變，但問題始終相同。我們願意為便利付出多少代價？這一幕的主題不是監控，而是習以為常。真正令人不安的，從來不是被看見，而是不再覺得被看見有什麼不對。畫面中的攝影機、無人機、感測器與辨識系統不再被強調存在，因為它們已經融入背景，成為城市的一部分。過去，人們對監控的想象來自科幻電影，是極端、冰冷、壓迫性的。但現實中的監控卻是溫和而安靜的。它以安全、效率與便利的名義出現，逐步被接受，甚至被依賴。這一幕想呈現的正是這種轉變，監控不是突然降臨，而是慢慢被邀請進來的。畫面中人們自在地行走，卻不知道自己正被記錄。臉部辨識在毫秒之間完成比對，行為模式被分析，路徑被預測。這一切發生得太快，也太無感，以至於大多數人不再思考是否同意，因為系統早已預設了答案。這一幕刻意避免恐嚇式的敘述，而是讓觀眾感受到一種微妙的心理變化。當監控變成常態，隱私的定義也開始改變。人們不再問誰在看我，而是問我有沒有做錯事。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，焦點從權力轉向自我審查。鏡頭轉向孩子與年輕世代，是為了凸顯代際差異。對他們來說，被記錄是自然的，分享是預設的，透明甚至被視為安全感的來源。他們成長於一個沒有消失概念的世界，所有行為都可能留下痕跡。這不是他們的選擇，而是他們的環境。這一幕想提出的問題是：當世界變得完全可見，人是否還能真正自由？自由不只是行動的空間，也包括犯錯、改變與被遺忘的權利。但在被觀看的世界裡，記錄不會消失，標籤也不容易被撕下。監控系統並非天生邪惡，但它的力量來自集中。當數據掌握在少數系統中，個人變得透明，而系統卻依然不透明。這種不對等，正是這一幕潛藏的不安來源。2027的世界可能更安全、更有秩序，但代價是什麼？這一幕沒有給答案，只留下安靜的畫面與一個問題：當你知道自己一直被看着，你還會成為真正的自己嗎？這一幕不再談未來，而是談現在。氣候變遷不再是一種預測，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現實。畫面中出現的極端天氣、乾旱、洪水與野火，不需要誇張，因為它們本身就足夠真實。這一幕的節奏比前幾幕更沉重，因為自然不會等待人類的理解。當城市被淹沒、土地龜裂、森林燃燒，人們才意識到，所謂的異常，其實正在成為新的常態。這一幕刻意將人類縮小，放在廣闊的自然背景中，不是為了責怪，而是提醒人類不是世界的中心。科技可以改變生活方式，但無法立刻修復被破壞的系統。自然的回應往往比政治與市場更直接。
畫面中出現的對比極為重要，一邊是冷氣房裏的日常生活，一邊是正在承受衝擊的地區。這種距離感讓氣候問題看似遙遠，直到某一天，它突然來到門前。這一幕想讓觀眾意識到，氣候不是別人的問題，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結果。這一幕也探討一種心理現象：麻木。當災難變得頻繁，人們反而開始適應。新聞中的數字逐漸失去重量，影像變成背景。真正的危險不只是環境惡化，而是人類對危機的感受力正在下降。鏡頭轉向孩子與未來世代，是因為他們將承擔後果，卻沒有參與決策。這一幕不是控訴，而是一種道德提醒。選擇正在被做出，但影響卻被延後。2027並不是終點，而是關鍵節點。這一幕不試圖製造恐慌，而是呈現一個冷靜的事實：自然正在回應人類的行為，而回應不會停止。這一幕最後留下的不是災難畫面，而是一段安靜的自然聲音。因為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能拯救地球，而是我們是否能改變自己。這一幕談的不是孤獨本身，而是孤獨為什麼在連結越來越多的世界中，反而變得更普遍。理論上，2027的人類應該是史上最不孤單的一代。我們隨時可以傳訊息、視訊、分享生活，與任何人保持聯繫。但現實卻恰恰相反，孤獨感正在擴散，而且往往發生在人群之中。畫面一開始是熱鬧的城市。街道上人來人往，每個人都低頭看着自己的螢幕。這不是刻意誇張，而是日常景象。人們彼此靠得很近，心理距離卻前所未有地遙遠。這一幕想呈現的第一個矛盾是，孤獨不再來自缺乏連結，而是來自過度連結卻缺乏深度。科技讓交流變得即時，但也讓情感變得碎片化。對話被切割成短句、表情符號與已讀狀態，這些信號看似溝通，實際上卻很少承載真正的理解。人們分享生活，但往往只分享經過篩選的片段。孤獨並沒有消失，只是被包裝得更漂亮。這一幕刻意將鏡頭拉近個人，有人在派對中微笑，卻在回家後感到空虛；有人擁有大量追蹤者，卻找不到可以傾訴的人。這種孤獨並不是沒有朋友，而是沒有被真正看見。當人們習慣扮演某種形象，真實的自我反而被藏起來。這一幕也探討一種新的情感現象，比較帶來的孤獨。社群媒體讓每個人都成為旁觀者，觀看他人的生活進展、成功、幸福、關係被不斷展示與放大。即使明知那只是片段，人們仍難以避免將自己放在對照之下。孤獨不再只是情感缺失，而是一種自我否定。畫面中出現虛擬陪伴的場景，是這一幕的重要轉折。聊天機器人、虛擬角色、數位伴侶開始填補情感空缺。他們不會拒絕，不會離開，也不需要真正理解你。這種陪伴讓人安心，卻也提出一個微妙的問題：當陪伴不需要另一個真實的人，人際關係是否正在被重新定義？這一幕不嘲諷這種選擇，因為孤獨本身就是真實的痛苦。對某些人來說，虛擬陪伴是一種暫時的救生索，但同時，它也可能降低人們承受真實關係不確定性的能力。人與人之間的摩擦、誤解與等待，本來就是關係的一部分，而這些恰恰是虛擬陪伴所迴避的。鏡頭轉向不同年齡層，是為了呈現孤獨的普遍性。年輕人孤獨是因為方向不明，中年人孤獨是因為責任沉重，老年人孤獨是因為被世界拋在身後。孤獨沒有單一原因，但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，它變得更難被消化。這一幕想提出的不是解放，而是一個誠實的觀察。孤獨正在從個人問題變成一種結構性的狀態。當生活節奏加快，關係變得功能化，
人們被需要，卻不一定被關心。這種狀態無法用更多連結來解決。2027的人類可能擁有更多溝通工具，卻更渴望真正的對話。這一幕最後的畫面是安靜的停頓，沒有熒幕，沒有訊息，只是一個人坐着與自己相處。因為也許理解孤獨的第一步不是逃離它，而是承認它的存在。這一幕留下的問題很簡單，卻很沉重。在一個什麼都有的世界裏，我們為什麼還會感到如此孤單？這一幕探討的不只是醫療科技的進步，而是人類對自身生命的控制欲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擴張。過去，我們依賴藥物與醫院來治療疾病，現在，我們正在嘗試重新設計生命本身。這一幕的核心問題是，當科技可以改變人類的身體與基因，人類還能否保有自然的限制？畫面開始於高科技醫療設施、全身掃描、基因測序、可穿戴設備、智能監測。熒幕上顯示的是心率、血糖、睡眠品質、基因風險，仿佛每個人都被系統完整解讀。這不是科幻小說，而是逐漸成為現實的日常。人類不再只是生物，而是被數據定義的資訊體。這一幕想表達的第一層意義是，健康不再只是治療，而是預防、設計與升級。我們可以透過基因修改降低疾病風險，可以用營養計劃精準調整身體功能，甚至用增強裝置提升視力、力量或智力。當人類有能力優化自己，傳統的自然法則開始退後。然而，這一幕也帶來倫理上的深層問題。誰能決定升級的標準？當健康與能力成為選擇，而不是自然結果，社會的不平等可能被放大。貧窮、地區、科技掌握度，將決定誰能成為升級的人，誰只能被動接受現實。科技帶來的自由，同時也是新的束縛。畫面中還出現一種微妙的心理轉變，人們不再單純追求活得久，而是追求活得更好、更強、更完美。當身體成為可設計的系統，人類開始反思，自然的衰老與死亡，是我們還要忍受的限制，還是可以超越的選項？這種思考帶來一種微妙的不安，我們追求的進步，是否正在取代生命的本質？鏡頭轉向人與機器的互動，穿戴裝置、外骨骼、人工器官，甚至人工智慧輔助決策。這些科技看似提升生活品質，但也在改變我們對身體、對病痛、對死亡的感知。疾病不再是意外，而是系統可以預測甚至干預的事件。痛苦與失敗的界線正在被模糊。這一幕的核心反思是，當人類能改變自己的生理與心理時，我們還能保持自然嗎？我們的身體與意識會不會逐漸依賴系統，而失去原本的自主性？這種科技的力量雖然強大，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責任與焦慮。2027的健康世界是便利與選擇的世界，也是未知與倫理的世界。這一幕最後留給觀眾的是一個安靜的畫面，一個人站在鏡子前，手上帶着多個監測設備，看着自己的眼睛。問題不在於科技能做什麼，而是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這個新版本的人類自己。這一幕是整個紀錄片的收束，也是對觀眾最直接的對話。前面的白幕描繪了科技、社會、環境與人類心理的變化，而這一幕不是總結，而是提出一個問題，讓觀眾帶着它離開。畫面開始於日出，城市慢慢亮起，山脈、河流、海洋、森林都在光影中顯現。這不是簡單的美景，而是一種提醒，世界依然存在，它不會因人類的焦慮而停止運行。這一幕想呈現的第一層意義是，未來不是外在的事件，而是我們每個人行動的結果。鏡頭慢慢轉向一個孩子的臉，孩子是最自然的象徵，沒有經濟壓力，沒有社會角色，它代表了未來的可能性。孩子望向天空的瞬間，引導觀眾思考，我們今天的選擇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？
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這份責任？這一幕想強調的第二層意義是，不確定性永遠存在。前面8幕展示了科技如何改變生活，社會如何改變結構，自然如何反映人類行為。每一個場景都提出一個警示，但結尾不是恐懼，而是思考。我們是否能在變化中保持主動，而不是被動接受？鏡頭中穿插城市、鄉村、海洋、森林的畫面，象徵不同層面的影響，人類、科技、環境交織成複雜的系統。這一幕希望觀眾意識到，2027並不是一個固定的畫面，它是每個行動、每個選擇、每個決策累積的結果。世界不會停下來等待我們思考，但它會回應我們的選擇。在這一幕中，聲音極其重要，背景音樂低沉而有節奏，帶着一種寧靜的壓力感，像是提醒未來正在逼近，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。同時，畫面中出現人類與自然的互動，有人種樹，有人修復河流，有人在屏幕前沉思。這些細節提醒觀眾，改變不是大規模的壯舉，而是日常中微小的選擇。這一幕的最後留給觀眾的是一個空白的片刻，沒有解答，沒有預測，只有提問。2027，2年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？而你會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？這個提問是開放式的，正如前面8幕展示的多樣可能性。每個人看完影片後，腦中浮現的畫面不同，每個人心中的焦慮與希望也不同。這一幕希望觀眾明白，未來不是單一版本，而是我們共同創造的過程。科技、環境、社會與人類心理都是我們的畫筆，而我們每個人的選擇就是墨水。最後，畫面慢慢淡出，只留下日出的光與風聲。這個結尾並不壓迫，而是留給觀眾深沉的思考空間。真正的力量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認識自己在未來中能做什麼，能承擔什麼。